柏金遜症患者常見嘅症狀包括手震、動作遲緩、關節僵硬同埋平衡不穩，影響日常如進食、如廁、着衫同行走。照顧嘅時候應該避免過度代勞，以免自理能力退化。建議使用粗柄餐具、穩固家具、防滑設施去輔助，並且鼓勵輕度活動，預防併發症。針對長期臥床者，更應留意褥瘡、肺炎等高風險情況，並進行定時翻身、深呼吸運動等護理措施。照顧柏金遜症患者嘅時候，應該根據患者能力同病情變化，靈活調整照護方式，避免一刀切，同時保持正面互動，有助穩定情緒，減少抑鬱風險。建議每日進行合適運動，例如係緩步行走、伸展、太極或者係瑜伽，以維持肌力同關節靈活度。並可以喺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制定個人化訓練計劃，確保安全並提升成效。Care Club 萬恩嘅上門護理服務同外傭培訓支援，為患者提供個人化嘅專業照顧方案，同時協助家屬減輕長期照護帶嚟嘅壓力，令到照顧工作更安心。